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静老师。最近胡适走势还是显得很有追求，给人感觉有一种要走牛市的或者慢牛的，要突破前期这个高点，也就是去年10月份那个高点，在突破高点的这种幻象或者叫假象。当然了，咱们的结论还是一贯的，无论它突破还是不突破，那都是金融消费者买单，你参与其中，你就要买单，做好心理准备。无论涨还是跌，目前股市零和博弈，必须有人买单。主力、国资、国家队、社保基金这些是不能赔钱的，有很多是只赚不赔。那谁买单？当然了，这两天外资机构纷纷空翻多，大摩说继续看多中国股市。大摩说外资尚未真正参与本轮反弹，还有很大的配置空间。摩根士丹利在放弃看空立场后，继续表达了对中国股市的乐观预期。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21日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尽管 A 股和港股自1月底以来已经出现显著上涨，但外资尚未真正参与这轮反弹，仍有很大的配置空间。他表示投资者对中国配置仍然严重不足，也就是说外资都看好，大部队还没进来，你们等着，马上大部队就要进来解放你们。因此他们从现在开始增加配置还有很大的空间。根据大摩的分析和数据显示，推动这波反弹的主要增量资金来自于南向交易，即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流入香港市场的内地资金。迄今为止，今年也有高达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香港。此外，一些区域性和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基金也积极参与了这轮反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总部位于美国或欧洲的积极管理型基金或被动型基金尚未真正参与到这轮反弹中来，这意味着大量潜在外资仍在场外等候，随时要入场。大家被套的山顶资本不要担心，这个救援队就在后面。同时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一财经报道说，下周 A 股市场合计解禁市值227亿元，环比降低 95%。数据显示下周 A 股市场将有28只股票面临解禁，合计解禁数量为44亿股，按最新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227亿元，也就是这么多钱，也有可能会叫落袋为安，人家可以卖了解禁，当然卖不卖的不一定。我们为什么说胡适是一个零和博弈？为什么说这个胡适目前我一直反复强调，就目前不值得散户参与，因为这些上市公司垃圾公司居多，都在做假账，坑蒙拐骗，讲故事，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大家还记得獐子岛会跑的扇贝，那个扇贝他还懂会计，该来的时候他出现了，该走的时候他就消失了。就问你神奇不神奇？也只有中国的这个扇贝有如此的灵性。今天央视报道说，最高检2月21日发布了以证券犯罪为主题的第55批指导性案例，涵盖财务造假、欺诈发行、违规披露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重点打击领域。在此次发布的案例中，獐子岛案例赫然在列。獐子岛集团于2006年深交所上市，主营业务为水产养殖业，曾经被誉为水产养殖第一股。獐子岛案曾因财务造假在资本市场轰动一时，这一热点案件是如何被一步步侦破的？根据央视报道，獐子岛扇贝跑路，北斗卫星助破案。大家看一下视频。此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等，对獐子岛企业原董事长吴厚刚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以移送案件在刑事程序中的落地率、执行率、重刑率显著提升，对证券犯罪行为形成强有力震慑。2014年，獐子岛声称遭遇10几年一遇的冷水团，100多万亩虾夷扇贝绝收，业绩巨亏11.89亿元。2017年，獐子岛被爆出大量扇贝出现死亡。2018年1月，獐子岛发布公告称，是因为海洋灾害导致扇贝被饿死。2018年，证监会正式启动对獐子岛的调查，但过程非常曲折。当时呢，我们也是想找一位船员来了解有关情况，但是当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呢，发现他不敢出来。因为我们一上岛的时候，公司就知道了。那我们跟他一见面呢，公司很可能也会立刻就知道，他就比较担心会丢饭碗。
由于海产品是农产品中最特殊的品种，运营成本、捕捞记录等查证难度极大。而獐子岛的虾夷扇贝在深海养殖，无法统计海底扇贝苗的具体数量，财务核算方式更是和普通企业有所不同。它的成本核算是按海域的面积来核算的，把这个海域的资产给结转出来形成成本。因为海底的环境很复杂，海底的这些凡是它底播了扇贝苗的这些地方，到底能够产出多少扇贝，这个不一定。经过长达2个月左右的排查后，调查人员偶然在獐子岛公司的采捕作业船上发现装有北斗导航系统，可以根据它了解船只的航行轨迹。把这个海域图作为一张底图，行驶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些卫星记录点，把它标记到这个地图上去。这个跟账面上就是它每个月底结转的这个记录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最终确认就肯定是有问题，全年数据肯定是少结转了很大一块，还有它的造假的点就算是找到了。借助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调查人员对獐子岛公司27条采捕船只、数百余万条海上航行定位数据进行分析，最终证实了獐子岛通过调节采捕面积、虚构成本的造假事实。2020年6月，证监会对獐子岛财务造假案作出处罚。你看，这是央视报道的。如果咱们随口这么说一说，很多网友恐怕以为我也是在开玩笑，耸人听闻。这可是喉舌说的。可以说，獐子岛财务造假案结局是大快人心，对吧？这个首恶违法犯罪分子被判15年有期徒刑，这也是为中国股市监管亮出一把利剑。但是，这不过是资本市场乱象丛生中的一个插曲，揭开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股市的这个根源呢，远不是几家企业财务造假，而是制度性顽疾啊！实际上反映的是监管形同虚设以及人性的贪婪聚合成的荒诞的图景。这个獐子岛的懂数学的扇贝这个闹剧，既是中国股市监管无力的缩影，也是对投资者信任的无情的嘲弄，对广大金融消费者的这獐子岛的扇贝跑路啊，堪称中国股市的黑色幽默的巅峰，已经登峰造极。10几年一遇的冷水团，让100多万亩的扇贝绝收。仅仅过了4年，这公司又祭出海洋灾害饿死扇贝的奇葩理由。也就是这种谎言，漏洞百出的这种谎言啊，已经根本就无所顾忌，你爱信不信。总之我就这么说，他明知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却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上市公司的财报里，你说这是什么一个荒唐的世界？既然这个扇贝养在深海，数量统计不了，但是成本它可以统计，它按照面积统计。你说这哪是上市公司的企业财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财务魔术。关键是如此拙劣的造假手段居然在 A 股横行好几年，所以恰恰反映出我们的监管的无力、麻木，如这个小散户的无奈。所以咱们纵观獐子岛这个案的根源，不仅是这个违法犯罪分子胆大妄为，更是 A 股制度性漏洞的必然产物。海洋养殖产品的特殊性使得这个财务报表成为黑洞，深海扇贝的财富无法验证，成本随意捏造，对吧？这种模糊地带为造假提供了天然的温床。而胡适啊，始终是重融资轻回报的定位，也就是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让上市公司更热衷圈钱而不是经营。而我们的监管呢，始终停留在亡羊补牢的被动状态，退市机制啊形同虚设，惩罚力度那就是罚酒3杯，甚至是一种变相的鼓励。诸多像獐子岛这样的僵尸企业啊，在这种背景下环境下才能够上演这种奇葩的闹剧，叫扇贝跑路，逃跑的扇贝。可悲的是獐子岛案的这些受害者，獐子岛的这些投资者，无数的散户梦碎，他们怀揣致富梦想，却被这些逃跑扇贝荒诞剧情洗劫一空。当事人被判了15年，但是股民的血汗钱谁来赔呢？造假者啊赚得盆满钵满，而监管事后的呐喊震慑，对吧？又是功劳一件，又是警示，唯独这个散户成了永远的输家。我刚才说你是买单的，这种劣币逐良币，这种市场逻辑注定让 A 股沦为资本的赌场，绝非什么经济的晴雨表。当然了，獐子岛案的这个判决应该能够暂时平息这个散户的愤怒，但是对中国股市的乱象而言呢，这不过是隔水搔痒，无济如事。扇贝是跑了，但是造假还在，实际控制人登缝纫机去了，但是制度的漏洞补了吗？真正的震慑啊，不是靠偶然的重判，要从根子上铲除造假的土壤。但是眼下 A 股虽然说我
我们要严监管。但是昨天根据《证券报》的报道，咱们2024年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还是有所抬头，这实际上就是反映出来监管面对这些垃圾上市公司一种无能为力。虽然獐子岛倒下了，这个闹剧落幕了，但是下一出逃跑的扇贝恐怕也在酝酿之中。咱们重船出击，不光是獐子岛，我记得还有康美药业，很多有什么用？但是我们是全权到了实际控制人，到了大股东。问题是大股东后面还有人，每一个上市公司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这后面的神仙你不敢动，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这种监管、这种处罚难免就流于表面，反而是对那些造假者是一种奖赏。造假者认为你不过如此，你也只能处理前面的白手套。这个时候，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多么希望中国也来一个马斯克来好好的查一查。说到马斯克，那胡锡进老师还是很忌惮，胡锡进老师是最害怕马斯克在中国搞这一套，或者中国搞马斯克这一套，那就会触动他的利益对吧？马斯克在美国掀起的这个变法，胡锡进老师写了好几个评论，深深的担忧不能走这个邪路。今天胡锡进老师又对俄乌问题，又对这个特朗普要求跟泽连斯基签署那个矿产协议，很长的一个评论。这个评论我就不念，非常长。什么乌克兰的第一个卖国条约将在他与美国之间签署，说这太戏剧化了。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与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泽连斯基证实了进展这个他说每日电讯报比喻成德国一战失败后签署的凡尔赛合约，使美国与俄罗斯先于俄罗斯成了乌克兰战争的第一个大赢家。说这话的时候，仿佛这个胡锡进老师就是一只苍蝇或者是一个什么动物盯在特朗普的案头，已经看到了那个协议的内容，所以他信誓旦旦的说这就是个卖国协议，凡尔赛合约，美国先于俄罗斯成了大赢家。胡锡进老师还说纽约邮报透风，要求泽连斯基离开乌克兰前往法国，这等于是迅速摧毁泽连斯基的政治影响力，威胁他的个人命运。这个评论非常长，后面这个胡锡进老师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趣的是，今日俄罗斯2月20日援引乌克兰流亡议员德米特鲁克的话说泽连斯基通过吹嘘乌克兰矿产资源愚弄了特朗普及其团队。他声称所有这些稀土矿产资源目前都位于正在发生战斗的地区。他还说如果这些矿产资源能容易且大规模的开采，有利可图，乌克兰的公司早就动手了。彭博社周三的报道也说，乌克兰海量稀土资源的炒作始于乌克兰自己，但全球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地质机构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并没有将乌克兰列为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国际采矿业中常用其他数据库中也没有提到乌克兰拥有巨大的稀土资源。报道还提到，有关乌克兰稀土矿产的信息主要来自乌克兰的政府数据，但该国地质调查局的负责人承认并没有对该国的相关资源进行现代评估。最后胡锡进老师说乌克兰转弯来得太猛烈，当中充满信息战，到底谁在耍谁，局势下一步怎么走，每天都有新的信息刷屏。这胡锡进老师已经是不是画风转了？从俄美在沙特利亚的会晤之后，他认为乌克兰连上桌子的机会都没了，已经被美国和俄罗斯抛弃，他只有接受的份儿。今天也开始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斗智斗勇，当然了，胡锡进他不是这么说的。那从胡锡进的表现描述来看，那不就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斗智斗勇吗？对吧？拿了一个还不太确定的一个矿，就开始跟特朗普做起了生意，这不就是斗智斗勇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你要说到矿，绝大部分粉丝网友没有我熟悉，我还真下过这个矿井多金矿，我考察过的矿山也不少，地质勘探队看他那个矿，搞金融的人都懂，人家宁愿要土地做抵押，因为土地是看得见摸得着，你这个土地在什么地方，区位、周边配套有没有地铁经过，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它值不值钱。那个矿我告诉你，矿值不值钱全靠你胆儿大，你会吹。你说它1万亿美元也行，你说它5万亿美元也行，你说就值10亿美元也行。民营企业老板都喜欢把这个矿吹得特别大，你们懂吗？民营企业他去买这个矿的时候，他先打压，说你这矿就值1000万，总之人家付少量的钱把这矿采矿权拿下来，等到他去银行贷款的时候，他把这矿吹成10个亿、20个亿，他想办法把它做大，这样才能从银行贷更多的钱出来。这些基本的商业道理，很多网友他理解不了，胡锡进更理解不了。泽连斯基这一点他体现出来这个犹太人的
精明，犹太人都是商业天才。我在以前节目就说了，这么乌克兰突然就冒出来一个，对吧？价值5000亿美元的矿，从哪儿出来的？这玩意我告诉你，要有的话，早就被人发现了。前苏联全世界找矿，稀土矿全世界都缺啊，大部分在中国啊。只有特朗普知不知道？是半推半就，这个不好说啊。还是特朗普说真的，他是搞房地产，矿一点都不了解，他那手下也不是搞经济的，那些爪牙。你看胡锦老师的评论，就是一贯的耸人听闻，这种阴谋论的腔调，我都不好仔细评价这个协议，因为我没有一个媒体说把它协议的原文贴出来给你看，都是这个媒体说引述什么知情人士，有人媒体引述知情人士，而且每天说它不太一样，对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去通过这个协议来判断泽连斯基是不是出卖了乌克兰，特朗普是不是占了很大便宜，你无从谈起。结果胡锡进老师已经跟着这个什么纽约邮报的报道，就已经断定特朗普赢了，俄罗斯赢了领土，特朗普赢了稀土，乌克兰只留下债务。深深的，这胡锡进老师做了一辈子这种宣传，他为他的粉丝描绘出乌克兰被美俄瓜分的这种景象。就胡锡进老师啊，文章里所说的这些什么国际政治分析，不如说是通篇都是证实一些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或者无法证实真伪的这些信息，刻意夸大比喻，以及对事实肆意扭曲，堪称信息战教科书式的低级红高级黑。胡锡进老师拿手，因为他搞宣传就要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把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刻意迎合很多西方媒体，把乌克兰和特朗普之间的这个矿产协议生搬硬套，刻舟求剑，跟这个凡尔赛合约相提并论。凡尔赛合约是德国战败啊，对吧？被迫接受啊，而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之间的这个矿产协议，双方交锋已经好几个回合了，对吧？泽连斯基硬顶着就是不签，因为你没有体现出乌克兰的这种叫伙伴关系。乌克兰在这个协议里面只有义务没有权益，安全没得到保障，所以泽连斯基就是不签。那特朗普现在又施压，双方无非就是博弈，最终特朗普还要让步，毕竟还没签呢，协议还在修改。这种程度上我说了，这是泽连斯基主动的拿这个矿产故事啊去跟特朗普交易，这是泽连斯基在国家救亡图存的这个路上，反抗侵略的路上是没有办法主动寻求美国的援助，对吧？这是他一种主动选择，要不你拿什么打动商人特朗普？但是到了胡锡进，那就是变成要么是泽连斯基卖国，要么就是美国俄国瓜分乌克兰。胡锡进老师他整个的文章里面也是前后矛盾，一会儿说特朗普瓜分了乌克兰，一会儿说那个矿好像也不值钱，你到底哪个是真的？如果你要认定那个矿不值钱，那就谈不上特朗普瓜分乌克兰。所以说这胡锡进老师在一个文章里面的前后没有办法照应，这么一篇评论里面都是自相矛盾的叙述，这也暴露了胡锡进老师在这种数据上的随意性。所以我说他是一只苍蝇，要么就是个蚊子，要么就是一个跳蚤，就像那个马斯克的小儿子把鼻屎抠出来涂在那个特朗普的那办公桌上一样。胡锡进老师化身这个鼻屎在那办公桌上看见了特朗普的这个协议，要不然他怎么能这么言之凿凿的说把乌克兰出卖了啊？前面说出卖，后面说这个矿不值钱，这也凸显胡锡进老师这种黄俄的这种矛盾的心理。这胡锡进他也援引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都说了未经证实的消息，援引什么知情人士有这么一套，但是到胡锡进的这儿就是言之凿凿。什么消息？就说马斯克用星链来施压乌克兰，你得配合特朗普签这个矿产协议。如果3月1号之前不签，那就给你断网。人家马斯克都亲自辟谣了，这就是谣媒造谣。这胡锡进老师以他的应该是一辈子职业生涯，他应该能分辨这些东西不可信。作为一个大 V， 他不应该这么言之凿凿的说，他也可以说这个都是传言，但不，对吧？他也是信誓旦旦的。这胡锡进老师就拿纽约邮报这种小报的消息，对吧？源头就是纽约邮报报道消息，这种小报爆出来的大做文章，无非就是想刻画泽连斯基已经被美国抛弃，成为弃子，乌克兰你就完蛋了。另外，胡锡进为了营造这个乌克兰的全面失败，俄爹，对吧？再一次胜利，他又把这个特朗普描绘成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强人，美国政界无人能挡，甚至连欧洲也只能发牢骚。这个说明特朗普他对美国的这种政治体系、这种权力的制约制衡、这种机制叫忽视或者叫漠视。特朗普的政策还是需要国会批准。虽然特朗普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那他程序是要走的，共和党内部对他也有制约，也有监督。虽然特朗普现在权势熏天，但是不等于没有监督。胡锡进把欧洲领导人以及美国国内那些反对派对特朗普的这种谴责批评，在胡锡进老师看来，那都是无力的抵抗。这是胡锡进老师的自说自话，这一切无非就是为了描绘特朗普权势。那么有这么一个有权势的特朗普的加持之下，俄爹赢定了。实际上，胡锡进老师可以说对特朗普是缺乏了解。就胡锡进老师一面说特朗普不可预测，也是随口就来，但是一面他又一厢情愿的认为这个特朗普
普就一定会帮他俄爹，帮普京。但是胡锡进老师他又列举不出这个例子，就是特朗普到底在什么地方真的是帮了普京，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操作，有没有实际动作？如果对这个商业、对贸易如果有了解的话，如果对特朗普现在所做的一切这样仔细去研究的话，你完全可以得出个结论，就是至少对俄罗斯来说啊，特朗普现在目前还是叫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口惠当面说好哥俩好，我们要重归于好，背后那刀子是不停的扎。这很多人他会忽视，选择性的忽视特朗普和莫迪，印度总理穆迪他们的会晤。穆迪承诺未来多少年要加大从美国的石油进口，就是石化能源。印度现在是俄罗斯第一大的能源客户，特朗普要求他降低从俄罗斯进口，要多从美国进口，他们已经达成协议。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着去看一看。日本也是承诺要从美国进口能源，特朗普他要开发他的应该叫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北部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阿拉斯加的港口直接运往亚太地区，日本、印度，甚至未来大国很有可能跟特朗普达成一致，要从阿拉斯加买这个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就导致俄罗斯在这库页岛上什么萨赫林的什么那个油田，他那个油田大家知道吗？股东是谁？有日本，有印度。俄罗斯为什么带他们入股啊？不带大国入股啊？就这些气、石油、能源开采完之后就运到日本。现在好了，特朗普把他两个重要的客户给撬了，对这些媒体叫选择性忽视。对俄罗斯来说，他能耍的就是能源，第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武器，武器还卖给谁？谁还买他的？所以他剩下的法宝就是能源。如果欧洲不买，剩下的这个日本、印度这大客户被美国撬走了，然后特朗普现在在施压大国要从美国进口石油。我想问问俄罗斯这石油卖给谁？他还哪儿找这么优质的客户，这么大客户？俄罗斯即便能够停火，他战后重建，他的经济恢复靠什么呢？所以说还是要看特朗普他到底在做什么，不要看他在说什么。特朗普给人的感觉啊，我已经给他下过定义，特朗普是那种有枣没枣先打3竿子再说，那万一有枣，那就是泽连斯基你要扛住压力，欧洲你要扛住，特朗普他也没办法，他要格陵兰岛，他要巴拿马运河，他要加沙，他要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哪样靠谱？特不靠谱。但是胡锡进老师作为一个老的新闻人，对特朗普的这些话，对他口中的以前特鄙视的谣言的集散地、谣言的源头，美西方的媒体选择是照单全收，所以让人不能不怀疑他的专业性。如果他的专业性没问题，那就说明他立场，他就是为了俄爹洗地，但一切都是为了俄爹好。胡锡进是个大 V， 他的粉丝多，他的影响面特别大。他这么一说之后，很多黄俄、小粉小红跟着后面欢欣鼓舞，调调都一样，那就是泽连斯基现在变成个卖国贼。你看一个领导乌克兰在危机时刻他没有逃跑，俄军离他最近的时候恐怕不到50公里，甚至那个俄军的先头部队、特种部队恐怕都已经渗透到他的总统府身边，人家都没有逃跑。拜登说要派专机去接他，他不要飞机，他要大炮。就这么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领导乌克兰在这种困难的这个情况下抗击俄罗斯侵略3年，摇身一变居然变成一个卖国贼，你说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到底谁的脑子有问题？这个特朗普他极尽污蔑、打压、PUA 之能事，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极限施压，但是他完全可以通过他的行为将这一舆论上的这些加以扭转，对吧？他骂了泽连斯基1000句，最后他宣布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对吧？100亿、200亿、1000亿，把他以前说的那些全部抵消了，大家只会给他鼓掌，就忘了他以前说的什么泽连斯基是侵略者。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对这些人还是看他行动，对吧？他哪天宣布乌克兰可以用我美国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的纵深，随便用，那些支持乌克兰的人又开始鼓掌了。也就是说，特朗普他可以通过这些实际行动扭转他以前言论上面的那些适当的地方。但是胡锡进老师呢，你拿什么来扭转呢？对吧？你也跟着特朗普后面极尽污蔑之能事，你有什么东西，对吧？能扭转你的这些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